来继续是正大消息，来看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仔日过来排审选罢法的修正案，哪力拢发出着甲级动员。民进党的立委透早5点就到内政委员会占领主席台，国民党的立委6点到场，双方爆发着严重的压杀。民进党的林草英指控着国民党的王宏维，甲选举来的脆皮、选甲下害拢见货。王宏维讲拍人的话救人，是民进党先动手，上尾两个拢去验伤。你抓我干嘛？你抓我干嘛？听一个一声王宏维，这一个善后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建会收到有够咩，边的人赶紧出手。王宏维的手无停过，继续想要甲线林楚英用脚甲弹，到底是咧玩什么？来了解代志发生的经过。我不是先做的，我先做的。你自己做你的，你在原来林楚英坐是内政委员会主席台，伊以及国民党委员不满，认为伊抢位先爆发头一摆的冲突。持卡心踮伫椅仔顶刷来刷去椅仔后壁，将椅仔呢为后壁扭过去。王宏维呢打进前甲扇一个脆皮，林楚英最后伊的下还有受伤，拍开第2电场。这样子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哦。持卡心要将林楚英的椅仔扭走，罗慧元为后壁将这持卡心的颔棍吹掉咧，持卡心直接就甲加落去。现场真混乱，双方拢讲是对方先出手的，王宏维甲林楚英拢有去验伤。黄捷委员哈，他们就在那边一直不停的拉扯。那林楚英委员呢，他坐在这个椅子上啊，就这边打我。好，这个可以看到，这个都已经被抓伤了哈。都已经被抓伤了，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打人的，在那个喊救人。步过来赏了我好几个巴掌，赏巴掌还不够，当时我的头发是盘起来的，右手边这边有几个发丝，他直接要抓我头发，然后抓我的脸，那直接就打在我的脸上之外，打到我的耳朵跟我的眼睛。一个下海已经包好啊，另外一个手拢互咬甲受伤，拢挂彩，无人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